現時由仁濟醫院董事局營運嘅葵青地區康健中心，自2019年起啟用，係全港首間地區康健中心。中心喺葵青區設立主中心、多個附屬中心以及服務點，作為區內嘅醫療服務及資源樞紐。中心貫徹公私合營、醫社合作以及地區為本嘅原則，持續為市民提供方便又優質嘅基層醫療服務，全面提升大家嘅健康水平。中心嘅核心團隊由護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、營養師、藥劑師同埋社工等組成，以跨專業服務模式為市民提供多元化健康服務。我哋亦積極推廣政府資助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，以實踐早預防、早發現、早治療宗旨。透過健康推廣、諮詢、輔導、服務及教育活動，推動健康生活模式，幫助大家預防慢性疾病。同時，透過健康風險評估及篩查，讓市民可以及早發現健康問題，並作出適當嘅跟進同治療。註冊護士及專職醫療人員會為有需要人士制定健康管理或治療方案，改善患者嘅身心健康。服務涵蓋多個範疇，主要包括慢性疾病管理，針對慢性疾病，例如糖尿病、高血壓人士，提供適切健康管理及治療方案；男士健康，為有需要嘅男性服務使用者提供相關健康服務及健康風險評估；長者健康，提供個人化健康風險評估及健康教育服務；女士健康，設有專屬護士診所，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婦女健康服務及健康風險評估；痛症管理，為患有退化性膝關節炎、腰背痛、多種肌肉骨骼問題及相關症狀嘅服務使用者，安排痛症管理及治療服務；社區復康，為患有髖骨骨折、中風及急性心肌梗塞嘅服務使用者，安排社區復康服務。